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有一个网红叫做四菜鸟。伫个面册来公布，讲伊做完着第一剂高端疫苗了后，去病院验血清的抗体，讲这个抗体数值是偏低。结果有袂少的网友是看样学样，嘛对咧走去病院来验这个抗体。即卖重点是，这个指挥中心并无来开放，互民众会当自费来验这个抗体。台北市卫生局就讲话咯。讲台北市的医疗院所，若安尼大主大意，帮民众来检验抗体，依法上悬，会当罚款25万。这针高端做落的抗体有偌悬，网红四叉猫进前公布家己做第一剂高端，走去病院验血清抗体，发现家己抗体数值偏低，带动其他做过疫苗的人嘛走去和新病院验抗体，佮甲四叉猫顶讲家己的抗体是伊的100多倍。不过这些麻烦啊，因为指挥中心无开放民众自费验抗体，安尼敢会违法？我也不知道这相关法规真的有法规这事实存在的话。我觉得也是要去注意，我也不希望他们触法挨罚，但是我又想要关心我的身体。验的人想要知影结果，替别人验的人敢知影效果？台北卫生局表示，医疗院所若无经过同意，开放民众自费验抗体，调查是事实，恐惊就要吃相关25万的罚单。检验的民众会当要求退钱。所以他的收费标准如果没有经过卫生局核定，就跟民众收费的话，这部分会影响，这部分会违反医疗法的规定。不会想要知道你自己抗体有没有吗？你以为你自己打的会不会是生理食盐水？你是这个抗体的试剂是合格的，那目前是只有开放给机组员验。那我们也是针对我们自己的员工在验。那如果一般民众想要知道他自己身体的状况，他也可以来验，就是这样子。当然，这不是什么不合格的事情拿来验。那如果大家觉得收费有问题，那这个我们尊重市政府的规定，那就罚尊重啊，我没有什么意见啊。进前做疫苗了验抗体，干那2种状况，一种是为着帮助疫调了解感染源，导应公费验抗体；另外是机组员专案验抗体，来评估敢会使甲检疫规定放松。不过即摆已经取消。专家认为，若要互民众偷偷去验抗体，不如互因公平正大去验。但是老百姓打过疫苗以后，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具有保护力，有没有具有抗体，那当然这有老百姓知的权利。所以我们希望公共卫生单位能够早点的核准，在医疗院所开放这样子的检验，或者是你公共卫生单位你自己做这样的检验，由老百姓去申请去做也是可以的，但是就不能够抹煞了这个老百姓这种知的一个权利。专家建议，指挥中心会使开放予民众到指定的医疗院所验抗体，安尼这针做落才会当保平安嘛，保心安。